人生像一条好长的歌way，有喜有乐，有感动有快乐。人生也像一本书，有思想有道理。人生更像蘑菇，一晒风采，染出金色的大地，爱睇暗香风华，感受一段的人生故事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暗香风华》，我是李玲。男生应该是大部分人讲到客家最重要的一个印象，也按呢内敛的男生，都是我哋客人的特色。不過，大家唔知有問過冇？按呢嘅男生係對哪來嘅呢？過去還冇化學染料以前，其實按呢嘅男生都係對植物來嘅。今日我哋特別有請到嘅來賓呢，係來自美濃鋼琴國小嘅主任，而喺撫育木蘭已經作為幾多年咧。我哋今日有請到佢來到節目現場，同我哋分享佢嘅故事。問林主任，主任你好。好，主持人好，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我係文玲。文玲老師你好。我哋講，其實喺100多年前，美濃有種係大量嘅木蘭，都係唔定講長嘅嘛，長嘅係，而都係拿來做染料嘅植物，錯嘛？錯係。咁因為講後來已經失傳嘅，係失傳嘅，係。你有冇認識一個植物呢？因緣機會啦。其實我對男生跟我韓式嘅下阿太爺吼，喺咧火火吼阿太爺每日攏做男生，所以我對男生嘅感情吼可以講，冇乜出對方係自家心度裡一部分啦。後來我都出去讀書嘅吼，嗰種。小學畢業，跟住我都出去讀書教書，31年以後能過來，過來嘅下我就是他們18有學到啊吼，因為男生冇人對做嘅，7、8、10老人家嘛冇對做，係冇做，空下來呢，空下客家文物館當個雕塑嘅，對我來講行佢。失落係，佢唔攀的啦，因為佢行係生活的一部分。也嘛看下對程度嚟啊，因為要時代變化嘛冇辦法吼。有一次，我哋校外教學吼，都去到南投工藝研究所。伊今年讀好，今年都有研究培養學員欣賞，佢欣賞係來自於全台灣的各省啊吼。因為其實台灣有好多種南草，可以釀南草，從北部以行嘅馬蘭，南部行木蘭，嘛係講小強吼。那又講長誒，所以我哋韓式嘅下都奇怪，長誒明明都會變濃，有冇講長誒？吼，又加長誒哦，係咪講長誒同加長誒用嘅差別按多咯？結果行都後半面人能了解講，原來長誒人講嘅長誒都係小青，都係木蘭。佢擺去吼做工藝研究所，讀到研。師培一批學生吼，以圖希望有啲學生咧吼，有啲先生過去台灣嘅各縣市吼去推廣係。民農2009年幾年吼，本來都有機會發展出來。其實農工嘅科主任吼，佢有心以圖。以下體嘅師培先生，伊就想講嘅嘢，係以下體嘅，伊就想講我可以推廣，伊嘛下計劃本科委會、經建會嘅咧吼，伊申請200-300萬咯，係你做伊間專門都本人教都學習南洋咩？結果伊嘛有種哦，佢下嘛有種，伊真係當然有心，結果伊可能踢落嚟，你講硬博士啊，係佢後生。
客家人都有嗰種安尼，都搞到嘅地方都冇，係都無人在去，無人在去發展。好地方係今日咧遊戲上過也一次課，係有每個鳥種，而家前面吼嘅建築嘅前面有空地，而中國度安尼木蘭，家人都係土安尼用咩種嘅係鹽啦吼，土鹽咧，土鹽咧過去，要多吼安尼看到土研工藝研究所研究結束嘅下研有出版一本台灣藍，吼，而嗰本寫得還蠻清楚，改詳細，我先生都買一本過來，係基本法研究，那啲啊美濃吼，頭擺萬千種樣咧，以前吼，耐有係強誒。看你嗰本書以後，我哋發現我哋咧疑惑吼，其實唔係像我哋啦，我覺得呢，因為我哋底下壓歷史以後，我哋都講一天而來富裕過來，因為我哋推吼，失傳嘅120年，最起碼120年咯，所以當時用我嘅下種嘅暗道，因一天有也用土馬路係。安尼染色嘛，但用後來我安尼比較係啊，我唔驚係咯。嘅工業革命嘅下有合成藍、化學藍吼引進到呢來台灣，所以嘅藍色吼嘅因為個聰明啲啦，個成本個高，化學染。你來以後都防片又便宜，係又加上日本統治嘅下，又帶你來鹽咧，鹽草嘅下都貴有加絲啊，即係咧睇緊人都尊重鹽咧，都有兩個條件，下輩都前後強嘅是。10年左右係都10年左右都失傳嘅，完全失傳。其實完全失傳吼，而家有因為有條件啊，木蘭吼，強嘅而成啊，都以乾耐旱，又乾耐濕。不過最重要嘅行業全日照，全日曬日頭，係做到冇全日曬日頭啊，而都生唔好係，也全日曬日頭都嗰樣咧，個致命咧啊，嗰樣咧都會失傳嘛係啊，因為我做嘅時啊，辛苦啦，辛苦，長嘅10公斤嘅長嘅，咱可以提煉1公斤嘅。藍電，所以喺冇大面積去種吼，絕對冇辦法，係冇辦法，安尼可以供應，可以講做南山吼，當做飲南鋪，吼，所以突然你原因突然你失傳。咁後來是用嘅程度，看書吼，看幾本書，幾本書當個還有介紹講，還有。所以我先看書，然後去請嘅地方，因為伊都講伊對上床計劃沒有附權，個奇怪上床計劃沒有行啊又冇又請唔到，後來我透過區公所來幫忙，講有咩東西吼，我請出來，係都有係啦對嘅吼。公先存咧個叫嘅呢，伊都講係我對嘅網絡嘅東西吼，都2元一個方吼，2元1方，個典型嘅染坊的染缸係。伊講係咩樣咯？個我都打電話過嚟，伊講講真是咧，都同蘇丹國相同，係目前都為美濃地方都搶存到幾億嘅遺址，都搶存到幾隻，就搶存到幾隻，只有那裡可以證明頭擺嘅也做過，頭擺嘅
蓝靛吼多，就是强的种啊多啊可以染色了，染南部公绿地地方、客家地方，按太亮哦，怪太亮，所以做起就做南上的人吼，就染南部的人，其实也有赚到钱，嘿，赚到钱以后。没落以后，人都搬出去的，所以个地方也那么在过来整理。哎呀，没人地啊，也没人地，因为个10年的蔬菜啊，10年蔬菜冇可能白送去看，嘿，你看到人也唔地啊，嘅买嘿啊，哦，就后来突然咧，哦，就开始下街坊来讲，呀东西吼有quay định真嘅咧历史背景，背景，又唔看又環保，又吃不做嘅，又唔會有安尼化學嘅蚊香嗰啲吼，又可以本身人咧吼，像我哋係學生，像我哋香港人都本身人咧，種用嘅，吼用安尼以內來培養做生出來。本身人咧去種啊田條地幫佢人去管理，安尼目的唔係講愛生產得到嘅安尼能量吼，愛俾人了解，俾人了解講條擺嘅要按歷史啦，吼，俾人人啊對你內行，俾人有感情安尼。觀眾朋友，因為化學染料入來台灣嘅關係，還有日本人鼓勵民農來種煙草。故所呢，也按呢傳統嘅智慧，都按呢消失係的。吳林先生對人開始嘅撫育木林之路，等下還有幾套故事可以講哦，我哋等下回來。拿到個種子啊，因為從我哋產寶寶按細粒嘅吼，發起來按細粒，係哦，個細粒一行。豆殼，所以豆莢拔過來細細粒，像產寶寶用按細粒嘅，安尼種子。我哋想講，因為也怪寶貴哦，佢冇種錢了嚟咯，係啊。分享過來暗鄉方法，頭到我哋講到啊，佢前木林嘅路況啊，發生很多嘅事情，到底有潛到冇呢？嚇，有潛到有潛到，哪潛到嘅呢？除了佢下同企農工商嘅嘅嗰種，吼拿一些種子嘅實實嘅啦，吼，啊，後來我哋就打電話去南投嘅工藝研究所，問看看咱伊嘅有冇，啊，伊講係，伊講伊請伊實實嘅啊，吼，因為佢種一條太面積種，係，所以啊，伊有個野心，甲打電話去安尼台東嘅下有一間係。台東木蘭農場，好，專門睇種，嘿，專門對種。啊，不過，人哋後來天一年去拜訪，伊講伊冇按多時間可以照顧，啊，不過伊幫我哋種子，嘿，啊，幫我哋種子嘅下，啊，伊有冇看到有人啊，所以冇講我哋用種，啊，我哋冇講我哋用種，我所自家學習係拿到個種子啊，因為從我哋產寶寶按細粒嘅吼，發起來按細粒，係哦，個細粒一行豆殼，所以豆莢拔過來細細粒，像產寶寶用按細粒嘅安尼種子，啊，我哋想講，因為也怪寶貴哦，佢冇種錢了嚟咯，係啊，所以我哋都分配吼。既然你吼得問啱我，因為我哋吼看有頭擺阿公阿媽、爸爸媽媽也有做過田，所以我哋講我去伊呢啱。等下，做過田，但唔知家度先生哩，人咩種田人咩耕田人，
不说从头开始学习，从头开始。这个一点人，这个同爱先生两个人，安尼都两个人哦，都两个人对做啊咧实验吼，都可能因为呀。伊那个宝贵啊，冇都冇，係啊，冇都冇呢，冇奈好錢。所以人都真明講，因為佢啱咪，跟伊那個啱，你講行安，你剛剛你來先泡水，有的冇泡水，有的泡水，泡1日，泡2日，泡3日，吼，泡4日，安尼分做做實驗咧，做實驗，因為。唔係完全唔知啊，用嚟那麼，係啊，那麼煩咧吼，安尼做實驗下來吼，其實應該3日到5日嚟講個定陣，係無精髓吼，而發起來都過少，因為佢硬啊，佢安尼外面的那個殼的佢硬，所以泡3到5日咧。發芽情形都改好，其他有種上哦，種啊你培養盆吼，種啊開始種阿妹又種唔到，然後上死皮鴨嘅嚇，死皮鴨要移植，要移到太空包一包一包，嘅下以奶能拉白比，那有營養啦吼，都一包一包。一顆一顆吼，一條一條安尼，比重都差唔多，10到15公分嘅下吼，咱種啊田球地方去。嗰陣哋自家也有田球。有，媽媽田球啦，媽媽田球，然後富裕木蘭。嘅下其實木蘭伊係三個種啊田球地方都幾好，幾好生嘅。個夾，伊四十年都可以熟成，安夾，個夾伊。只要種啊奶紅嘅下都個夾，伊唔都是噴藥嘅，因為亞米絲，吼亞植物的米絲蟲誒，唔可以啊，冇天機唔得咧啦，亞奇怪啊東西啊，冇可能，係啊，有變種嘅哦，嗰條蟲嘅變種嘅，唔認識嘅，唔認識啊嘛，所以吼唔。就富裕嗰時唔是用乜嘅藥嘅啦，伊行豆殼誒，就用安尼嘅黃豆做成安尼炸安尼豆漿誒吼，嘅留下來炸都比，佢都係做營養，伊都最好嘅種皮料，吼，伊係比嗰種嘅皮吼，伊嘅腰嘅生啊，但มัน半豆嘅佢。安尼啊，個太皮啊，切成個層，炸嘅下哦，都其實可以啊切成，也未切成，可以分別伊講伊呀藍色素、藍色素、喇叭嘅，係平均講嚟都40年都可以，太弱嘅40年都可以熟成，都可以熟成。我哋兩啥吼都冇做過甜啊，搶棒醋，我一粒頭拿2粒太哦，每禮拜去棒醋，我老公啊，佢嫌棄伊冇做過甜哦，3公班要去冰水啊啦，冰水冰嚟要去洗起來啊，因為做唔得忙，做唔得冰我。佢唔慢啊，學3公班啊，要過去食安尼啊，我梗係水洗起來凍起來啊，凍起來，所以也都過上真蠻辛苦哦。啱個因款因態，係啊，對伊呢開始用誒，都太可以熟成，幾下我可以熟成嘅咧，但係該歡喜哦，該歡喜啊，其他人有個奇怪你種嘅乜嘅東西咯，不錯，嘅面容人呀，完全唔啲，完全唔係講唔啲，完全唔是，也是乜嘅咯，你是種嘅按道呀，種嚟種乜嘅，馬鐵定介紹，我介紹我每年來年來介紹哦，也行嘅釀生夫啊，釀乜嘅生夫咯，佢可以釀生夫啊，佢用嚟釀哦，好嗰度問題都出來，所以吼，佢下真是。市場會幫你實驗，保守估計會幫你實驗。然後但係話要數上嚟，係講到數上嚟，我用緊咯，今年他讀到88風災，2009年嘅下，
俺哋本来很想讲啊，但蛮烦恼，也总会中上诶。也係愛熟悉嘅風采來嘅，也是愛用嘅神哦。係啊，因為後尾打藍致電吼，就打藍做成藍電，有藍，但係佢真是都唔曉得，冇做過，也個建造，個建造，準備好嘅哦，準備好哦，書生嘅哦，個跳哦，結果吼，八八風在數啊，數長數啊出一條。搶存一條，吼，咁你講唔攀得啊？咁咪唔攀得啦，我哦，要叫字嘛？冇叫字啊！你係想到隔壁咧小林村過洋蔥嘅你想啊，我哋話要存一條，話要希望。好，幾條真是同人哋希望哦，真是呢吼。幾條人哋都喺度話過去吼，話過去後背陸下後背山鄉嘅種，係種阿姨種盤係咪？係種啊奶香，係種奶香嗰號。嗰號山嗬，種奶阿姨加啦打蠻多安尼啊，鹽嘅啊，加鹽咧加啦咩麻雞椒，只是當然我看到了，佢反應哈，佢反應啊。雖然講吼，冇第一次啊，一個經驗，啊，你今日都底下講，還反正有誒行機會嘛吼，錯噶，天然在嚟種它，咁嘅鹽咧吼。嗰樣嘢啊，嗰啲影響我長很多，啲麻子醬，係都計摘起來，摘放下冰庫烘，冰起來，可以抑制伊安尼啊，可以隔個4年咯，4、5年，也4、5年。因為講研究咯，唔咩要嗰度鹽咧，係嗰度鹽咧，主要。學多嘅，係啦嗬。因為你冇種過田橋，冇種過田啦，就蠻辛苦，因為講學忙布嘅啦，講行啦，錯綁錯啦，我哋都要上班，例如按行咯，要上班，我哋夾都夾5年，真是學多，真是學多，我休息。唔過也事情因控喺我哋身後，因為我因觀察，我有5年冇認同，我係講喺嗰度冇繼續吼，也一天堂呢啊，一天冇人會做嘅，安好嘅東西，伊行嘅像北部嘅馬蘭，宜蘭嘅遼蘭吼。南部的木蘭，其實所有專家地位木蘭的評選，它的藍色最強，安雅飽和度，亞美可以萃取藍靛的飽和度最高，唯一拖全日照，所以呀，規範照顧，唔過，講到伊除了我哋冇。我都講嗰個冇理由講要比實傳啊，係啊，而且要現嘅，要中高嘅，要經驗嘅，所以都開始都好5年後我哋啲高中話，伊嘛個贊成講，伊雖然行好多年啊，你行年佢個贊成講。可以啊，所以我都嗰種要提講呀，有條故事係咪？都講呀，故事必談，所以那位個石門吼，都講人哋來種100公斤人嘅人來種，吃種，一邊一下就是一邊種一邊看資料，因為見做見學啦，因為冇人可以參考咧，冇人可以參考，都見做見看書安尼。行下都見邊，其實喺嗰行嗰度故事啦。我哋學講嘅吼，除了頭先像頭先講啊，背4年嚟啦，都底下，因為我有很深的感觸講，我有按到石頭嘅吼，面度按到石頭嘅，其實人底下人咧見到嚟呀。傳統的東西吼，這麼渾厚的文化底蘊，俺哋一定要該傳下去。
钢铁人啊，我看田食饭，有幾番呢，文先生呢係真實種嘅木蘭呢，能真實感受到嗬。唉，像存一條，風采數啊存一條，後背還有乜嘅故事？我哋等下回來。種人哋先人講，唔做嗰種時辰乖乖藝緊音嘅兩個冇，唔會，因為自家做嘅，所以講伊唔會啊。從還有社團吼，有社團我別人做束口袋啦，後背束口袋。哦，都從呀那個束口袋，係束口，從呀束口袋，從呀阿信包，人哋都演係阿信包。歡迎過來暗鄉風法。頭到我哋聽文先生講呢，經過學習嘅困難，個風采嘅打擊以後呢，存到一條。後來呢，兒童先生啊，唔係搶兩個人做嘅哦，一下呢，一定帶定同事小朋友呢，大家共下來復育一個木蘭哦。文先生，有帶細係細人呢，種一個木蘭。一聽過奇妙，但蠻奇妙。伊哋有冇種過嘛？冇種過，尤其種啊田球啲杯嗬。學校係田球咩？學校我哋所以佢好嘅要讀到咧，佢好嘅教育，又係伊要喺落下，都夾我哋學校夾一牆之隔，係都成係啊伊兩份，我都兩份，伊講。唔是全部我哋種啊，因為我哋計講，我哋想富裕一個木蘭，所以他們支持，所以都幫我哋種。好，佢下種都到2月份、3月份，冇水，種下啲冇水種唔得，都係啲小朋友一年食要水去淋水啊，淋水。他們辛苦，今日咧才有辛苦嘅，好不容易吼，所以今日咧上六上猶太係，已經算過到已經旱冇水時間，冇水時間，上一個胎吼都錯嘛，上一個胎，係哦，錯啊，係哦，幾錯吼，上一邊安尼小強個夾。上啊出差嘅，所以生意去幫助嘅下呀，真錢，那嘢係錯，那係錯咯，因為所以先生咯一看，伊幫嘅先生也係咩，咩人嘅木蘭，因為鐵中鬼去，係啊，真係鐵中鬼，所以佢天津咧為咗出差，佢咁樣辛苦嘅生意，唔過也有全。嗰個人都有全部參與，係全部參與。入邊定第一個鋼鐵人，咁樣辛苦，辛苦呢，咁樣辛苦係。要寫記錄哦，係哦，一禮拜看一道公文，嚇查字要量，我到我書成嘅下，書成嘅下嗬。按國泰嘅比4年個國泰，我但蠻好，因為我哋除了學生嘅每禮拜去幫助之外，我哋咧家長費啊，家長費支持，他們支持，所以沿途嘅我搶年啊，搶年間，因為4年嘅有限啊，上課時間，總嘅單位嘅上課時間，所以非常我帶人嘅。都老人家啦，都會聽書幫助，所以今日咧我哋咧貴重嘅聽書咧，係啊貴重嘅，我哋貴重嘅聽書，因為也唔係一個人可以做嘅事情，啱啱係
開班簽會嘅下進公園來啦，有唱一點來，有唱下來，我哋愛嗰時有人嗰神仙公園來吼，都演都吼阿飛做嘛，嗰年前都前嗰度子宮家長啦，乜嘅老人家吼，要小朋友吼，都嗰度你去衝下去照顧嘅秋天啊，很幸福嘅天咯，係啊，都係幸福。啊，我哋天然做吼都因為木南有一集嘅下吼，有一集嘅下愛三更半夜，差唔多3點，日頭慢前出來嘅下愛都愛做，因為嘅下能有露水，嘅下有露水，伊都唔會走也咪地杯安尼藍色啦，吼，那唔會安尼走係安尼比走係都擠唔出來，所以愛半夜係咋3點，安尼嘅下約3點，啊小朋友咪通下3點哦，生日你啊，通下3點，生日特別神奇，講上下生日唔計講安尼約3點，伊都2點50分都等咧，先生唔遲到哦，講先生用挨等你個叫嘅呢，邊下期待呢？邊下期待，哦用安尼涼咩啊？可以嗰陣其實平常咧有做片咯，都嗰陣時中國佬安尼都過黐咩？係，他講你個通下啊個腳都計作起來。啊是扎是葉白同光路可以咩？伊主要行葉白，啱過伊按果嘛，你差唔多對呀，聽呀那個切係，哦，啊即係伊話路在餐上，會在餐，伊是一般來講6日第一天都要計摘起來，都要計作起來，作起來要存喺都會餐，餐係餐鹹水，10月份又還可以再做一次，所以一般來講，木蘭1年可以數200，啊，嗰些紅生嘢都睇數煎哦，煎哦，該吃哦，對人嚟講該神奇，很神奇，啊，人。做真正有名一位看哦，會選啊，因為我哋20，佢天氣個年齡哦，都26到28小時，係，煎係，煎比嘅出來，係，啊，煎嚟能留起來，叫28小時都會好。都看做唔得全部安尼變爛係啦，因為1/3、2/3爛係都可以。喺中國爛係會個粗，係會米粉要改磨，啊所以1/3、2/3嘅下看情形都該留起來，嘅底杯水本來行嘅清水突然變強色，係變強色的，係變強色表示底杯藍點。也出來，都已溶在水，溶在水裡面，係，接下來都要用殺灰，因為木蘭以行係溶於水的，好，做唔得保存，多嚟都冇呀，像安尼天色嘅作用啊，所以加殺灰下啲比較。好，用像安尼人打水奶水呀，好，給安尼煎到，打半小時哦，打比變薄，很久，個久。啊，但是人工打用嘅機器，用機器都安尼，過安尼。個沖10分嚟我安尼，萬你見準10分嚟我見準，我哋今年呢數係600人公斤哦，600人公斤，所以中華水唔可以差。由於天然飼養，其實冇做得蠻成功啦。老實講，天然冇做得蠻成功，因為我哋只能踢球，係只能踢球，所以我哋都因為食冇安講啦。天然都影響到都他高峰的同事啦，都
早期的研究一下研究讲，俺哋到底哪一部分有迄门专家，吼，做安尼工艺研究所，俺哋每一个有可以有欣赏来讲安尼指头的项目，哦，有强高欣赏，天二年过来俺哋都做我他们等着呢，天啊，唔过数到俺哋天二年种甲高呢。見中見睇哦，今年種甲菇，結果嗱要係咁樣甲種非種，學校有種，學校種誒，甲種，已經攞杯之間咩開始種嘅咯，攞杯都一家係種，結果咱採數一次啊100啊200，有度到尼泊特啊啦。那尼泊特來啊，就種個手槍槍，吼，咱們可惜，啊，不過還有30公斤啊，哦，有數到30公斤，啊，小朋友吼，因為有數到是男人嘛，吼，都小朋友都做一家校服，用 T 恤，也一家設計哦，係，第一年記得都好簡單，都安尼用安尼。蘇嫩幫人啊，啊，唔過教人用設計，啲衫褲都出翻你拍字用嘅，嚇，圖畫字用嘅，唔會設計，唔都唔會呀掠機掠。我即間前面吼，眼內要顯咧，所以人做啊，要麼他們顯頭，啊。做一家哟，迄種人哋是人講，哎，唔做嗰種奇形怪怪嘅，干飲咩料好冇？唔會，因為自家做嘅，所以講伊唔會。啊，從還有社團吼，還有社團嗰邊做束口袋啦，後背束口袋。哦，都從呀那個束口袋，係束口，從呀束口袋，從呀阿信包，人哋都研係阿信包，研飲係一條都可以做一粒哦，係，所以人得蠻好，係，從也會都形染啊，係，也係形染，形染都生意咧冇自家做，係，因為形染工難，係，也嘛係形染，而且係先刻板啊，先刻板啊，讓伊安尼不複雜，係，生意都冇，啊，人哋校服都總個用蘇嫩也係線，係塔，啊，嗰年記得就用鏈係咧，哦，先用花用鏈係，因為嗰年嘅講過溫嘛，總之都研自家都一兩衫，做自家咧，唔會便宜呢哦，嗰成次唔會便宜，啊，我哋見從人見家做嘅1兩嘛，係我哋自家養咩？啲男仔真係該講咧，該講，啊，尤其伊布置嘅咧，像我哋有咧圖書角，吼。以用藍色的藍樣來布置，很沉穩的感覺，沉穩，你都可以點下來看書，錯。觀眾朋友，有啲學校嘅地方嘅小朋友啊，對種木蘭開始，後來話愛做染料，最後呢，把自家染布誒，做自家嘅校服，也真是係一個該完整嘅課程。安尼一定要知啊，自家嘅故鄉面咯。頭擺嘅有安尼嘅歷史，等下我哋馬上過來繼續談文先生講故事，馬上過來哦。其實而家用沙發吼，那個呀藍寶寶吼都計縮起來，係靠那個鈣離子，沙發裡面鈣離子計縮起來，安個飲食嘅計釋放出來。歡迎過來暗鄉風法，也講起貴社會小朋友出差幸福呢吼，有安尼嘅課程可以上，從我聽喺度改上好個。文先生，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個藍靛按用嚟做，啊個
釀布嘅用嘅釀，可以講嘅簡單講下一下冇？好，嗯，佢南釀我用做吼，做我哋摘下來，佢要剪水嘛，係都要講，剪水剪嚟個留起來以後，我哋剪水嘅下，我先稱一下嘅木南嘅蟲，蟲係一蟲乘以0.03，哦，就3%，佢下而要用嘅沙灰嘅料，沙灰，佢沙灰嘅品質一個高，吼，個順咧，一順一好，因為喺無順咧，如果沉喺地下，變咗咧沉底，係會沉底會高唔冇，加下啲嘢粗粗啊，你攪奶水嘅攪喺高上，我發現到而家色神吼，我銀邊，我橙色，我灰色，我最後變啊藍色，藍色以後嗰度破，跟如果嗰盤你攞去破，變藍色嘅下都可以表示而家入嘅已經做好嘅，它慢件，也係主要行嘅一個保留，因為以行嘅溶於水嘛，溶於水唔冇可能講釀布然後拿水出來，一定要給保留，要保，要跟個藍靛保留起來，大下嘅要用我哋布嘅嘅離膏，要從年做板車，種嘅清糟，種我哋都。安尼都可以永久保存哦，安尼都做多呀時間，做唔得釀色咧，係都該種通嘅吼，假性米酒，但個假性米酒主要係一啲安尼殺菌，還有養分，吼，都安尼封起來，都可以永久保存起來。呀，時間做唔得釀東西，該我釀嘅幾好，我用嚟做咯，還原，我能夠還原。其實而家用沙灰吼，行一計呀藍寶寶吼都計縮起來，靠個鈣離子，沙灰點樣鈣離子計縮起來，然後釀色呀計釋放出來，然後就還原，自由了，對，還原吼，我用像以前人都用恢復吼，恢復膠水都變安尼鹼性的，吼，唔過嘅。1禮拜哦，都比還原1禮拜那可以安尼釀色，見甲國家誒，見用安尼鹼性的氫氧化鈉，少量的、微量的和保鮮粉微量的，其實亞量的東西都可以溶於水，所以我哋釀布嘅我釀每一次都會洗水，釀每一次都會洗水，係都給。嘅鍋上要用洗水，主要嘛係要跟缸裡面污糟嘅東西該洗嚟，嘛要跟嘅保留嘅藍色，係保留嘅藍色。藍草變藍靛，藍靛變藍意，係也鍋上都要清楚係。冇簡單呢，咁又要變做作品嘅花，反正以冇。種到藍色嘅地方，它嘅清鹹嘅蔬菜都會拍色，所以個技法出菜有道技法啦嚇，嘛要安尼執嘅，嗬，執嘅再對折嗬，要用安尼乒乓棍夾，要變成一輪花，嗬，從嗰度啦，從嗰度方法，佢自己去研究啦，佢自己去研究。其實唔是研究，一種布嘅拿來吼，青菜真稠真黏。唯一一個重點就是講，唔只冇黏啦，一粒球嘅用嘅，一粒球嘅用，安尼地杯洞，地洞黏唔到，安尼都變到地洞嗰度拍攝咧，都過唔冇。哇！你談起來蓋起咩？因為吼，我想象，特別係小朋友哈，吼，他嗰親他和迄個黏的吼，最期待的那一刻就是開獎的時候，對。開獎，我們那時候開獎的時間，哦，因為每年你都冇想，哇，對啊，他講嗰度咯，用嘅幫嘅咯，係咩唔掂？係啊，所以用嘅幫嘅咯唔掂，你老闆青菜頭嘅，所以嗰度
从原国啦，吼，也係原國兩片，夾起來，綁起來，都會變啲圓圓咧，吼，所以石頭啊，不規則石頭我計裝起來嘛，綁起來嘛，圓圓咧。神法仲看到嘛個東西拿來吃樣都錯嘅，錯，唔通嘛個東西攞嚟吃樣都可以。出來效果中國都冇相同。奇妙，佢講吼，不管你用嘅塔，開來都真是都講。佢聽講後來有百貨公司邀請人去參加展覽，係咪？也吼，講到也係真是特別歡喜，因為面農嘅頭，面農嘅紫傘。面農嘅藍哦，終於可以代表面農嘅特色嘅呢吼。所以你看哦，咱們港通哦，加上嘅百貨公司演嘅布展哦，出差本來咱們哦專業，咱們專業，嗰度都東西雕出嚟嘅嚇，係學生嘅作品啊，唔單止講睇面曬作品。學生嘅作品，我哋間從我哋富裕開始，特別我哋歷史介紹中國龍用我哋中國龍出嚟，所以小朋友去種嘅啦，龍有用相片，龍有啲成果展用嘅啦，有個禮拜體驗活動，都有請嗰度有些演員都來做體驗哦，佢奇妙咧，佢等着，佢次也搞到，演咧呈現古樸的味道，這種沉浸，就很像回到過去了呢，對。是啊，你生意呢也感覺到很有成就感，很有成就感。然後我們去了，哇！我在上面還在當國呢，有冇錢啊？我對嚟咯，也幾歡喜哈，家中一天嘛，家中嘛，幾歡喜。所以佢也部分都家中啦，吼，沙琪、先生、小朋友，大家共下呢，都。大家共下嚟學習嗬，真係喺共下學呢嗬，因為冇年底，完全冇年底啊，所以都一步一腳印啊，都一學，一嘗試，就有時人講，嗌你幫忙唔可以查咧，記錄起來，用幫我講嗌，都係記錄啊！我哋喺擺上去做嘅時間，能可以做得出來。我傳承，嘅下都過好傳承。咁呢，人家真是都夠有成果誒，知道冇？未來有冇嘅展望啊？呢類藝，其實藝特別希望，因為我哋嘅農民嗰度嘛，農業達人，我係希望講吼，有可以來種木南，大家種下來，因為我哋看吼，其實有也經濟價值啦，因為見個少，供需個不均勻，所以南洋藍靛貴係1公斤都係1200元，你老闆人來了吼。唔好想講，木瓜好食，青米好食，班的好食，嘛我講，帶你見樣片過來去，我講我曾經來過面農面農也聽講，但係講我有去做過有去做過。咁我喺拜我嚟同學是吧？分享，真是咱們分享。觀眾朋友，過去呢，因為化學飲料鐵方便又便宜，故所呢也個傳統嘅智慧啊，都按嚟特色係的。好的，有像溫先生按嚟一人，同樣嘅傳統嘅智慧潛進來，也按嚟天然嘅飲料呢，對我哋嘅環境，對我哋嘅身體如何？希望呢大家喺擺有機會去到面農啊，記得去請一下溫先生，去學一下一個技術。按醬嘅藍色，我哋要繼續被傳下去哦。今日真是個歡喜，有請到溫玲老師，多謝，謝謝。多謝。
安享方法，我哋下次見哦。大自然真是怪奇妙，植物可以做出安靜嘅顏色。更加因為時代嘅轉變，我哋關係也快速、普遍又便宜嘅生活方式，撒將環境破壞嘅。為了照顧土地同人嘅健康，文林用數嘅溫度、時間嘅作用、自然嘅染料做藍染，也染出自家對阿婆、阿太、